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眼嘅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鄰近康湖居嘅地下單位，大概面積係380尺，但係唔夠400尺啦，300幾尺嘅地下單位，一房。開放式廚房設計，鄰近康湖居啊！呢度望返康湖居景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